你有冇諗過點解你日日刷牙刷到出血，甚至換咗幾打漱口水，朝早一醒返個口仲係苦到好似含住嚿黃連咁，陣味甚至臭到連隔連位嗰個都要褪後衫呢？好多人聽到自己有口苦口臭，第一反應就係熱氣咯，飲多啲水沖走佢咪得咯。我今日要同你講句真心話，呢個諗法係大錯特錯。尋日飛老師話你知，呢種口苦口臭好多時根本唔係熱氣，而係你體內嗰粒好珍貴嘅脾陽火苗已經俾你自己親手一朝復一朝咁淋熄咗。你越飲得多水想沖走個苦味，你嗰粒火苗反而熄得越快。你哋要明白一個道理，一日入面唔同嘅時辰對應住唔同嘅天地氣機。朝早5點到7點喺中醫嘅子午流注入面叫做卯時。你哋唔好覺得呢個名得個講字，佢背後嘅智慧已經講得清清楚楚。卯時對應嘅64卦入面嗰個蒺納卦，震卦嘅卦象係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即係話喺呢個時辰，你身體入面嗰股陽氣好似地底下嘅一粒種子，啱啱好衝破泥土冒出頭嚟嗰一刻咁，佢仲好亂好脆弱，但佢有一種向上衝向外發嘅生命力。你可以將呢粒陽氣諗象成一支啱啱燃著嘅火柴，佢細細粒唔算旺，你要好小心咁去呵護佢，佢先至可以慢慢收旺，將你成日嘅精神狀態由呢一刻開始一路帶到落去。你估你朝早一醒第一件事做咗乜？10個人有9個一落床第一件事就係衝去廚房倒翻一大杯水，空肚咁咕哩咕哩一飲而盡。你以為自己做緊一件好養生嘅事，好似係喺度幫個腸胃洗翻個大掃除咁，但我要話你知，你呢個動作喺中醫嘅角度嚟睇，其實係喺你嗰粒啱啱好隱然仲未成氣候嘅震卦火苗度兜頭兜面淋咗一大嚿凍水落去。你話一支啱啱着咗個火柴，你劈頭淋落一嚿水，佢仲點會燒得起？梗係即刻熄晒啦！呢個講法你可能覺得有啲抽象，我而家用一個你哋一定明嘅畫面同你講清楚。你嘅脾胃喺五行入面對應嘅係土，你可以將佢諗象成一個爐頭，而脾陽就係嗰爐永遠燒緊嘅火。呢個爐嘅工作係將你食落嘅所有嘢，包括水，通通都運化開，即係將啲固體嘅食物、液體嘅水分煮化、蒸化，分佈到你成個身體嘅每一個角落，滋養住你嘅五臟六腑。呢個運化嘅過程靠嘅就係爐頭嗰陣火，脾陽夠旺，呢個爐先至煮得起你食落去嘅嘢。唔夠旺，你食咩入去佢都運化唔到，得個遞字。你朝早一醒，個爐頭火苗仲喺度慢慢起緊，你就一大杯凍水淋落去。你話個爐頭仲有火剩翻幾多？冇晒火，你嗰杯水就唔會俾你運化得到，佢唔會變成滋養你嘅津液，反而會停留喺你體內，變成中醫講嘅濕。你哋成日聽人講濕滯呢兩個字，而家你就明，原來呢個濕滯好可能就係你自己日日朝早親手一手一腳整翻出嚟嘅。呢啲停喺體內嘅濕毒，佢唔會安安分分咁瞓喺度唔屈，佢會慢慢向上升，一路升到去你個口度。你朝早刷完牙，個口好似仲有陣揮之不去嘅苦味、酸腐味，你嗌足幾多支漱口水都刷唔走。其實真正原因就係你體內呢股濕毒之氣不斷向上逆行，搞到你個口永遠都清爽唔返。你話你日日都咁樣中晒招，自己攞嚟自己受，你話幾冤枉？講到呢度，我想同你哋分享一個好簡單但極少人真係做得到嘅智慧。所謂救命茶，唔係要你一時醒嚟就即刻飲，而係要識得等。你哋成日以為養生就係越早做越好，越快做越好，但易經嘅智慧
恰恰相反，佢教我哋要順住天地嘅節奏，唔好逆天而行。你嗰粒陽氣喺某時啱啱好開始生發，佢需要一個由弱到強嘅過程，你要俾佢時間，唔可以一醒就打亂佢嘅節奏。你如果一味心急，一醒就猛灌凍水，你就好似喺一棵啱啱發芽嘅樹苗度狂咁淋雪水咁。你以為你哋灌溉緊佢，其實你係喺度凍死佢。你不妨諗下，你身邊係咪有啲老友記，朝早一定要飲翻杯暖水先出門？佢哋唔係老土，佢哋只不過係喺唔知不覺間做緊一件同天地節奏相合嘅事。反而你身邊嗰啲成日話自己好注重健康，朝早一醒就狂灌凍滾水嘅朋友，你留意下佢哋係咪反而成日面色唔靚，成日覺得個肚靈靈地，消化唔良，甚至同你一樣深受口苦口臭困擾？呢個唔係巧合，呢個係佢哋日日對住自己嘅震卦火苗不斷咁淋熄嘅結果。我做呢行咁多年，見過太多人拼命咁揾最貴嘅牙膏、最勁嘅漱口水，甚至走去洗牙走去睇口腔科，但問題始終唔見得根治。佢哋永遠都唔會諗到，原來真正嘅病根喺自己朝早一醒嗰個動作。你解決唔到嘅唔係你個口嘅問題，係你自己成個生活習慣同天地氣機唔啱拍。你越想快啲治好，你就越急咁去做嗰啲表面睇落好養生，但其實逆天而行嘅嘢，結果只會越搞越差。我知你哋聽到呢度個心一定有個問號，咁我朝早一醒，究竟應該點做？幾點飲水先啱？飲咩水先啱？呢啲問題唔係三言兩語講得晒。我今日先至同你揭開呢個林色皮陽嘅真相，等你哋明白，原來你日日以為健康嘅動作，其實悄悄咁喺傷緊你自己。如果你想知究竟點樣先可以真正護住呢一絲得嚟不易嘅陽氣，由根源上徹底解決你困擾咗好耐嘅老口苦，唔好再喺同人傾偈、開會，甚至同屋企人相處嗰陣，因為呢種成屆事而失晒信心，即刻撳低訂閱我哋頻道，開埋個小立燈，唔好錯過任何一集。我哋落一集會詳細同你逐一拆解岑老師嗰套獨門嘅醒神順序，一步一步教你朝早一醒翻，究竟應該點做、幾點做、做啲乜先至真正符合天地嘅節奏，包你跟住做落去，3日就已經可以見到你個口由苦到清爽嘅明顯轉變。你朝早起身係咪都覺得唔沖個涼、唔洗個頭，成個人就好似未醒翻咁，冇精神出街見人？你係咪覺得朝早沖個凍涼，吹到把頭髮企晒身，先至叫做精緻生活，先至叫做對自己有要求？我今日要同你講句唔中聽嘅真話，岑日飛老師喺《易經》同《黃帝內經》嘅智慧入面睇到，你呢個你以為清清爽爽嘅習慣，其實喺你毫不知情嘅情況下，一直喺度慢性咁消耗緊你嘅生命力。你諗下，一年入面有24個節氣，而一日入面其實一樣有4季。朝早就係一日之中嘅立春，你嗰陣陽氣仲喺度慢慢生發緊，仲未去到旺盛嘅狀態，好似初春嗰陣泥土下面嘅嫩芽啱啱好準備破土，但仲未夠力去頂開成塊土。呢個時候一切都要小心呵護，唔可以魯莽行事。你估你朝早呢個時候沖涼洗頭喺做緊乜？你以為你係喺度令自己精神翻，但你身體嘅角度睇落係咩事？你哋有冇諗過沖涼洗頭嗰陣，熱水嘅蒸氣會令你成個人嘅毛孔全部大大打開，毛孔一開，你體內有一種好重要嘅氣叫做衛氣，佢嘅工作就係好似一隊駐守喺你身體最外層嘅衛兵，日夜巡邏保護住你，唔俾外邪入侵。你毛孔一開，呢隊衛兵就會隨住啲水蒸氣
隨住你嗰陣熱氣一齊揮發散失出去。你話你朝早呢個時候已經係一日之中胃氣最薄弱、最需要固守嘅時刻，你偏偏喺呢個關鍵時刻自己開晒個門，任由佢散晒出去，你話係咪好唔着數啊？胃氣一散，你嗰啲喺你屋企成晚累積落嚟嘅寒濕之氣，你諗下，一個房間成晚冇通風，加埋你瞓覺嗰陣身體排出嚟嘅濕氣，冷氣機開咗成晚嘅寒氣，呢啲寒濕就會趁住你毛孔大開嗰一刻長驅直入，一路侵入你嘅經絡。你話你以為自己沖緊一個令你精神爽利嘅涼，實情你係喺度大開中門，歡迎啲寒濕之邪入侵你嘅身體。你話係咪冷黐？講完沖涼洗頭，我要講一樣好多香港人都引以為傲嘅習慣，朝早天未光就去行山、去跑步、去晨運。你係咪都認識啲呢類朋友？佢哋成日話我朝早6點就起身，行完山先返屋企沖涼食早餐，講起嚟一臉自豪，好似自己特別自律、特別健康咁。我要話你知，呢種追求一身大汗淋漓嘅運動方式，喺天未光、陽氣仲未升起嗰陣進行，其實就係喺度預支緊你嘅元氣。岑老師有一個好貼地嘅形容，佢話呢種行為就好似一部凍咗成晚嘅車。你諗下，一部車成晚冇開過，引擎、機油全部都係凍嘅、僵硬嘅。你一上車未熱好機就猛咁踩油門，你話個引擎頂唔頂得順？梗係唔順啦。長期咁樣做，你部車嘅壽命一定會大打折扣。你嘅身體道理一模一樣。你成晚瞓覺，身體嘅氣血本身都係處於一種比較緩慢、比較內腎嘅狀態。你未等佢慢慢勞食、慢慢熱翻身，就即刻要求佢劇烈運動，逼佢跑到大汗淋漓。你話你嘅引擎又點頂得順？結果會係點？你嗰粒離卦心火，即係你嘅心陽，喺呢種過度嘅消耗之下，會迅速被燃燒殆盡，而你嘅坎卦情緒又冇機會慢慢上升，去滋潤呢團被過度消耗嘅心火。你話呢種上下失衡嘅狀態，又點會唔出事？結果就係你個口唔單止苦，仲會帶住一陣好似隔夜垃圾咁嘅腐臭味。你想想，你朝早去完晨運，滿頭大汗返到屋企，個口卻仍然又苦又臭。你話呢個係咪好冧黐？你本身出發點係為咗健康，結果反而傷害緊自己嘅健康。講到呢度，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有冇聽過《黃帝內經》入面有句話叫做必待日光？呢4個字講出咗一個好簡單，但幾千年嚟俾人忽略咗個道理。必待日光，意思係話你所有需要消耗陽氣嘅活動，包括運動，包括勞作，都必須要等到太陽真正出咗嚟先至進行。你話點解要咁執着？太陽喺天地之間係最大嘅一團陽氣，你身體入面嘅陽氣同天地嘅陽氣係互相呼應、互相感應嘅。太陽未出，天地嘅陽氣仲喺度睺場緊，你身體入面嗰粒細細粒嘅陽氣一樣仲未夠力。呢個時候你冇咗天地陽氣做後盾，單靠你自己一己之力去做啲劇烈嘅活動，你就好似一個冇後援嘅獨行俠咁，消耗得特別快，亦都特別容易受傷。你要等到太陽真正出嚟，天地陽氣旺盛咗，你先至可以借助呢股力量去做運動，呢個先至叫順天而行。你哋而家係咪開始明白點解你朝早做晒呢啲健康嘅事，沖涼、洗頭、晨運，結果個口反而越嚟越苦，越嚟越臭？因為你所謂嘅健康習慣，其實同天地嘅節奏完完全全對唔上嘴。你唔係喺度養生，你係喺度散氣。你將你原本應該儲落嚟嘅陽氣同胃氣，日日朝早一啲一啲咁散晒出去。你話你係咪覺得好唔抵？要化解呢種易經所講
天地否卦嘅不通狀態，即係你上面同下面嘅氣機完全交流唔到嘅困局。岑老師建議嘅第二步，唔係叫你戒晒沖涼、洗頭、晨運，而係要學識調整順序、調整時間，再配合一勺用五行智慧配製嘅暖胃茶，慢慢咁將你已經散失咗嘅氣重新補翻轉頭。你平時係咪都有朝早洗頭或者天未光就去晨運嘅習慣？你不妨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你通常幾點起身、幾點沖涼、幾點做運動？我會逐一睇翻大家嘅留言，話你知你應該點樣調整翻你個時間表，先至可以令你個氣場由日日濕毒嘅狀態真真正正變翻做清爽。講咗咁耐，你梗係心急想知，到底岑日飛老師成日推薦嗰杯，被佢形容為勝過千言萬語嘅茶，究竟係點沖？呢道茶其實係專門針對脾胃虛寒、濕毒上逆而設嘅一道五行理氣茶。材料好簡單，你屋企廚房大把都有，唔使特登去藥材鋪揾乜嘢珍稀材料。你要準備嘅係2-3片生碌、2-3粒去核紅棗、2片陳皮，再加翻1小撮炒米。呢4樣嘢睇落好平凡，但你細心拆開嚟睇，每一樣嘅背後都藏住一套完整嘅五行部署。生攣你哋成日食，但未必知佢喺五行入面係專門負責開路嘅一員猛將。佢嗰種辛辣發散嘅性質，可以幫你將體內積壓咗成晚嘅寒邪，好似係用一把刀咁劈開一條通道，將啲寒氣一路推走。你朝早飲落肚，即刻會感受到一陣暖意，由個胃開始慢慢向外擴散。呢個就係生元嘅威力。紅草五行屬土，佢負責嘅工作叫做補中益氣。你哋記唔記得我哋之前一路講嘅？你個脾胃就係你身體嗰塊大地，呢塊地你唔可以淨係開墾佢、消耗佢，你要不斷咁去滋養佢、遷鋪顧佢。紅棗嘅作用就係喺生搬幫你開路嘅同時，喺後面默默咁補翻啲元氣，等你嘅大地唔會因為生根嘅生產而過度消耗，反而可以一開一補之間，慢慢咁恢復翻活力。陳皮你哋而家應該好熟悉啦，佢負責嘅工作係燥濕化痰，理順你體內嗰啲不斷上逆嘅口臭毒氣。你朝早嘅口有陣揮之不去嘅怪味，好多時就係因為呢啲毒氣冇出路。陳皮嘅作用就係幫佢哋揾翻一條落降嘅通道，唔俾佢哋成日向上撩，搞到你成日口氣不佳。最後嗰1小撮炒米，你哋可能會覺得奇怪，點解要放米落去？炒米經過猛火翻炒之後，性質會由原本嘅平和變得帶少少收省之性。佢喺呢度茶入面扮演緊一個引導嘅角色，幫你將脾胃入面殘餘嘅濕氣慢慢收翻引翻落去，唔俾佢哋周圍流連。你可以將呢一味理解為成道茶嘅壓陣、生開路、紅錘補中、陳皮理氣、炒米收尾4樣嘢夾埋一齊，先至係一套真真正正完完整整嘅五行部署，缺一不可。但係你要留意，材料揀啱、比例夾啱，只不過係成功咗一半，真正決定呢道茶有冇效嘅關鍵，反而係飲嘅方法。你朝早瞓醒，唔好即刻一個箭步彈起身，你要先靜靜地喺床上面躺定，唔好屈，靜追大概半分鐘。你哋可能會問，咁樣做有咩用？你諗下，你成晚瞓覺，身體嘅氣血一直處於一種比較內臟、比較緩慢嘅狀態。你一瞓醒就即刻彈起身，就好似我哋之前講嘅冷車猛踩油門咁，身體嚟唔切反應。你靜揸呢半分鐘，就係俾翻一個緩衝嘅時間，等你嘅氣血慢慢咁由沉睡狀態過渡到碌醒狀態。靜揸完之後，你先至慢慢坐起身，做幾下簡單嘅導引動作，例如搓熱雙手，然後用雙手掌心輕輕咁摩擦自己塊面，
由額頭一路摩擦到落巴，做10幾下。呢個動作可以幫你將剛剛都醒嘅氣血引到去你面部，令你個人真正醒透，而唔係得個殼醒咗，個心其實仲喺瞓緊。做完呢啲動作之後，你唔好即刻衝去廚房沖茶飲，你要再等1刻鐘左右，等你個脾胃真正醒透咗，先至去沖返呢杯溫熱嘅陳皮窿稠茶，而且要小口小口咁，慢慢咁飲，唔好一啖過谷晒落肚。你話你以為呢啲步驟得個煩字，但呢個先至係真正尊重你身體節奏嘅飲法。呢種飲法喺易經嘅智慧入面叫做水火既濟。你要知生耕佢嗰種辛辣發散嘅性質，喺五行學訣入面其實離含住一種木火之性，佢好似一粒火種咁，可以點燃你中焦，即係你個脾胃嘅運化之力，等佢重新旺盛翻起嚟。你依足呢個順序去飲，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將呢股火種點燃喺啱啱好嘅位置，幫到你，而唔係好似你之前好肚灌凍水咁，一嚟就將你嗰粒陽氣淋熄晒。你只要肯長期堅持，跟翻呢個順序，每日朝早慢慢咁飲呢杯茶，你會發現你個口嗰陣揮之不去嘅老火味會慢慢咁消散。仲有，你唔止個口會有改善，你留意埋你塊面，你會發現你嘅面色會由暗沉暗黃慢慢轉翻紅潤有光澤。呢個唔係化妝品做得到嘅嘢，呢個係你身體由內到外真正健康翻嘅一種自然流露。我做呢行咁多年，越嚟越明白一個道理，養生呢件事從來都唔係要你不斷咁做加法，唔係要你日日多食幾款補品，多做幾樣運動先至叫做養生。真正嘅養生係要你識得停低嚟，睇清楚自己日日不執覺做緊啲乜嘢錯誤嘅習慣，然後有勇氣將呢啲做錯咗嘅習慣一步一步改翻正。你唔使加，你要識得管，你要識得改。今日我用咗3集嘅篇幅同大家分享岑日飛老師呢套神起養生嘅秘訣。我最想喺大家明白嘅一件事，就係健康其實從來都唔係高不可及嘅嘢，佢從來都唔喺乜嘢貴價嘅補品度，亦都唔喺乜嘢複雜嘅療程度，佢就藏喺你日日朝早起身嗰幾個你以為理所當然，但其實一直做錯咗嘅細節入面。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套內容真係有幫到你，我懇請你將呢條片轉發俾你身邊嗰啲日日一醒就空肚猛灌凍水，天未光就會晨運跑山嘅朋友。你嘅一個轉發隨時就係救咗佢哋一命，等佢哋唔使好似你之前咁一直被口苦口臭困擾，自己都唔知源頭喺邊。最後，如果你想知道點樣單單透過易經去觀察面相，就可以初步了解到自己5臟6腑嘅健康狀況，記得喺留言區打低想知2個字。如果人數夠多，我哋即刻開拍俾大家。記得訂閱我哋頻道，俾個喜歡，開埋個小燈，我哋下集見。